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无小心甲排骨的骨头啊吞落，竟然是卡里的气管卡半年。台中一个50岁乡亲一直扫袂好，扫半冬啊，还咧扫，3不5时阁会扫血，话要惊是莫非是肺癌？也毋过原来真蛮皮，拖半冬才去检查，原来是有一块这个排骨的骨头幼啊卡里的气管，无怪会来扫血。医生讲，除了骨头之外，这个糖啊嘛真会踢你的气管。啊，囡仔较袂晓吞，啊老大人在吞有较退化，拢爱特别小心。看到好食物啊，唔通枵西西，倒一步，才袂亲像这个患者同款，食甲扫血。宽约1公分、不规则型的这个明显就是异物。这个患者50岁，右边的气管出现一块1公分大的排骨幼啊，这个排骨幼啊害这个患者扫规半冬的，而且痰内底还有血，还会出现黑咕声。整个黏膜都是弥漫性的发炎状况，而且还伴随着像是被东西给刮伤的痕迹。患者去看足侪医生的，但是拢无找出原因。伊捌怀疑讲是毋是得癌症，后来是医生甲问讲是毋是有食到啥物物件，伊才想起讲家己半冬前捌食排骨食甲砸掉，无想到讲这个排骨幼啊竟然会卡里气管，而且有半冬的时间。老年人或者是说小朋友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呛到东西到气管、鱼骨头啊、骨头糖果之类的。医师提醒讲，除了骨头，糖啊毛可能会加伫脑内底。老大人含细汉囡仔吞物件的时阵，一定得爱较细致咧。